各位同學早晨，我係4班君子軒，我係5A班關慶樂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回顧一下2025年其餘5則重要嘅年度新聞。2025年年尾，香港、澳門同廣州更加首辦全運會，其中香港承辦8個競賽項目，包括沙灘排球、場地單車等。本屆全運會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約2.2萬名運動員參與，近1.6萬名義工投入服務，掀起本港15運會熱潮。第7則係啟德體育園開幕，推動盛事經濟發展。3月1號，啟德體育園正式開幕，斥資319億港元，成香港歷來最大型體育基建。主場館容納5萬名觀眾，能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與文娛活動。政府望能吸引旅客訪港，推動盛事經濟發展。第8則係7月31日起，政府將俗稱太空遊嘅毒品正名為依托米茲。本年2月，政府已透過程序將依托米茲列作毒品嚴格禁制。此次行動旨在杜絕太空遊字眼美化毒品，揭露其危險本質，而提醒市民警惕毒品風險，保護自身健康。第9則新聞係香港首個國際熱氣球節開幕，主辦方喺首日下晝宣布，因無法通過安全許可而取消原定嘅飛行體驗環節，熱氣球不能載客升空，入場人士大感失望，並一度未獲退票。主辦方其後表示，經官方渠道購買人士可獲全額退款。最後一則新聞係約倍安心涉情槍風波自願棄獎，由中學生開發嘅 AI 平台約倍安心6月引發嘅爭議，被質疑委託 AI 公司代工、非原創及涉用違規數據。該平台此前已經獲得多項嘅獎項，獎項資格備受爭議。最後調查確認概念原創及使用模擬病人嘅數據。事主潘希純及其家人喺8月嗰陣時就放棄獎項以平息風波。事件引發社會對學術誠信問題嘅廣泛討論。2025年度新聞回顧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Hi everyone, welcome back to 1 Minute English, where we teach you everyday phrases in under 1 minute. I'm Miss Nisa and this is Miss Jessica。 and today's phrase is give it a shot. 呢個係咩意思啊 Miss Nisa？ It means to try something out, especially when you're not sure about it. 即係佢嘅意思係試下啦，通常用嚟鼓勵人哋放膽去嘗試未做過嘅嘢或者未確定嘅嘢嘅。咁我哋幾時可以用到呢個字啊？ So when you're trying a new activity or when someone is nervous, you tell them, hey, give it a shot to encourage them. 即係當朋友面對一啲新嘅挑戰或者去想嘗試一啲新嘅嘢，我哋就可以同佢哋講 give it a shot， 叫佢哋放膽去嘗試一啲未做過嘅嘢啦。Yes, so I hope all of you are brave in trying something new and just give it a shot. That's all for today. See you next time.